有人話人類所有嘅問題都係源於佢冇辦法獨自一個人喺間房入邊安靜咁停留30分鐘。呢一句話係法國哲學家巴斯卡講嘅，聽落好似有啲隱意，但係你仔細諗下，係咪好真實呢？當代著名嘅投資人 Naval Ravikant 都形容，如果大腦永遠停低，呢個其實係一種病。而佢認為靜坐就係獨處嘅最高級形式。呢一集我哋唔傾啲乜嘢深奧嘅修行，我哋只係傾一件事，點樣去幫心靈沖個涼，學識令到個心靈靜落嚟，係一種自我療癒。呢一個唔係啲乜嘢天才嘅特權，而係每個人都會學得識，亦都必須學識嘅能力。歡迎嚟到靈性棲護所，我係 Trista。Hello，各位好耐冇見啊！隔咗一段時間呢，都冇開過 podcast 啦。喺呢幾個月呢，我都俾自己沉澱咗一段時間啦。其實一路以嚟呢，都有好多嘅感受想同大家分享嘅，但係硬係覺得呢，好似都仲未等到一個啱嘅 timing。直到前排啦，我去咗一轉清邁嘅 meditation retreat 啦，喺嗰度呢，送咗一本關於 meditation 嘅書。咁其實 Trista 翻到嚟香港呢，已經有一段時間噶啦。咁過去嘅我啦，都讀過好多關於 meditation 嘅相關書籍啦，亦都實踐過唔少嘅練習嘅。咁所以基本上 meditation 嘅邏輯對於我嚟講係並唔陌生嘅。所以講真，啱啱攞到呢本書嘅時候呢，我並冇太大嘅衝動係想揭開佢嘅。但係最近當我再次去隨手拎起本書嚟睇嗰陣時啦，咁就係呢次嘅重讀，令到我重新去意識到呢，原來冥想嘅重點啊，係好多人一路都搞錯咗嘅。佢就係好似一個開關咁樣，擊中咗我，令到我去重新思考冥想對於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到底係意味着啲乜嘢呢？呢一集我就係想跳過嗰啲高深嘅理論，用最生活化嘅方式去同你哋傾下呢一份覺察嘅禮物。我會話冥想係對於我哋每一個人都至關重要㗎，因為呢一個係我哋攞返人生主導權嘅方式。你係返工啦、上班族、創業家定係學生定係父母啦，都一定要練習冥想嘅。就係因為呢個係我哋現代人去維持大腦健康嘅唯一途徑。我哋平時嘅生活啦，就好似被寫好嘅程式咁樣。如果人哋去話你幾句啦，你自動就會受傷噶啦。當你遇到挫折嘅時候，你會自動焦慮。呢一啲自動化嘅反應呢，係快到你冇機會去思考噶。但係中立嘅觀察呢，就係喺刺激同埋反應之間安插咗一個慢動作嘅鏡頭，而呢一個我會認為佢係一種救贖。你會開始明白嗰啲發生喺身邊嘅事物呢，就只係客觀嘅事實，而你對於呢件事嘅解讀係完全由你自己嚟去決定噶。點解每個人都一定要做呢件事？因為如果你唔主動去清理呢一啲貪嗔癡嘅灰塵，你就等於將你嘅情緒主導權交咗俾環境，甚至係交咗去人哋嘅情緒度。冥想帶嚟嘅最大好處就係等你可以攞返人生嘅控制權。呢一個唔單單只係為咗要去平靜，而呢個係一種極高度嘅自由。你會開始發現，原來你嘅人生選擇權係可以唔使俾嗰啲自動化嘅情緒導航去綁架你嘅。你會開始見到事情嘅全貌，亦都可以喺混亂入邊依然保持清醒。呢個唔單止係修身養性，亦都係令到你比人哋活得更加從容、更加清醒嘅一種努力升級。自由唔係你想做啲乜嘢就做咩，自由係你有權力去決定你要點樣去俾呢個世界影響。講到冥想啦，
我曾經都俾好多人問過啦，究竟冥想係要點樣做嘅呢？係咪要坐得好端正啦？係咪要眯埋眼見到啲乜嘢，或者要達到啲乜嘢境界先至算成功嘅呢？本書入邊就有一句好精準嘅句子回答咗呢一啲疑問噶。佢話呢，冥想嘅目的係為咗淨化心靈中嘅貪婪、憤怒與執着。冥想其實就係開發一種中立觀察嘅技能。好多人都搞錯咗，以為冥想係一套操作嘅流程，但係其實佢係一種內在技能。聽落好似有啲嚴肅嗬。老實講啦，清理貪嗔痴呢幾個字，好似好有距離感，好似我哋一定要着住啲咩特殊嘅衫啦，坐喺個山窿入邊先做到咁。但係後尾我諗下，呢一啲其實咪就係我哋每日都會經歷嘅各種崩潰嘅 moment 咩？好似我哋每一日都會喺職場啦，喺 social media，喺呢啲朋友圈入邊、新聞啊，各個地方去接收一啲海量嘅資訊。當我哋感覺到貪婪，我哋會想要更加多嘅關注，更加多嘅成就。當我哋感覺到憤怒嘅時候，我哋會覺得呢個世界唔公平，或者我哋會有執着，成日都覺得件事係一定要照自己嘅意思發生。呢一啲嘅情緒就好似間房入邊嘅灰塵咁，你堆積得耐咗，我哋就越睇唔清原本嘅自己，亦都會忘記咗自己原本嘅樣。舉個例啊，就係當你哋碌 IG 嘅時候呢，會見到人哋過得比自己好啦，但係我硬係就會喺啲留言入邊啦，見到好多人都會去捉人哋嘅痛腳啦，然之後去證明人哋唔係真係過得佢講嘅咁好噶。心入邊嗰一種酸酸味味嘅感覺，咪就係想要更加多嘅感覺，呢啲咪就係貪咯。或者我哋返工開會，你俾老細或者你啲客人無啦啦指住嚟鬧嘅，心入邊嗰團火就一路喺度燒緊，呢一個咪就係嗔咯。我覺得我哋之所以覺得生活咁攰啊，唔係因為我哋唔夠努力，而係因為我哋嘅腦袋入邊係真係塞咗太多呢一啲嘅情緒垃圾。你試想象一下，如果你嘅腦袋係一間房，但係你每日都唔去清理嗰啲憤怒嘅灰塵啦、焦慮嘅雜物，堆到比個人仲高，咁住喺裏邊嘅嗰個人，亦即係你啦，點可能開心到呢？所以我先覺得冥想其實唔係啲乜嘢高深嘅修行，佢就真係好似同我哋每日要去刷牙啦、要去沖涼一樣咁日常嘅。試諗下，我哋每一日咧出完街成日啦，返到屋企會覺得身上邊會有灰塵污糟，然後我哋知道我哋會去沖涼，我哋會去刷牙，係因為我哋會知道我哋口腔需要清潔。但係點解我哋嘅大腦裝咗咁多嘅情緒垃圾，但我哋從來都冇諗過要幫佢清理下嘅呢？其實冥想就係正正係一場大腦嘅大掃除。而具體要點樣去打掃佢呢？佢哋唔係要你用力去將個情緒抹走佢，而係教我哋去鍛煉一種中立嘅觀察技能。試想象一下，你而家係坐緊喺一間戲院度睇一部關於你自己嘅電影，熒幕上嘅嗰個你正喺度嬲緊，正喺度焦慮緊，但係身為觀眾嘅你就只係靜靜地咁望住呢一切。而呢一個就係中立觀察，你唔會再去批判嗰個嬲緊嘅自己，亦都唔會去急住改變個劇情，而你只係睇到。當你有咗呢一種技能，而呢一份高敏感嘅 sensor 就唔會再係接收人哋嘅情緒嘅受害者，而係成為咗你觀察內在嘅導航。你唔會再俾情緒去綁架你，你變成咗嗰個穩定嘅島仔。亦都係點解冥想唔係要你變到冇情緒，而係等你擁有一個更加廣闊嘅空間去承載你嘅憤怒同埋慾望，然後就等佢好似雲一樣飄過就 OK 噶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係應該試下，唔係為咗啲乜嘢偉大嘅目標，單純就係為咗令到自己喺呢一個混亂嘅世界裏邊活得唔好咁辛苦，唔好咁攰。就係俾自己大腦嘅一個喘息空間，你只係需要每日俾自己少少嘅呢一種清空嘅時間，
你會發現原來心入邊嘅嗰間房其實係可以咁大㗎。好多人都覺得冥想係一定要坐定定啦，或者要有一段專屬嘅時間，但係我反而覺得冥想真正嘅力量係在於佢可唔可以陪你度過整整嘅一日。其實冥想係任何時間都係可以發生㗎，你唔需要去強迫自己一定要非常有儀式感，更加唔需要俾自己有壓力。重點就係當你係做緊嘢嘅時候啦，或者係返學放學嘅路上啦，食緊飯啦，搭緊車，甚至係準備瞓覺嘅嗰一刻，如果你突然間醒起，你突然間諗啊，我可以試下返嚟呢一個 moment 喎，嗰一刻就係冥想發生嘅時候啦。當然啦，喺我哋最初學習嘅時候，係的確需要俾自己一個時間去靜落嚟㗎，1分鐘又好，5分鐘又好，1個鐘又好，就喺嗰個當下，我哋就只係去專注自己嘅呼吸，一次又一次咁樣將個注意力拉返嚟，淨係需要去用呼吸感受自己嘅存在。如果有任何嘅念頭出現，我哋只係需要知道佢，然後放低，再一次返嚟呼吸上邊，重複又重複。每一次嘅覺察都會喺你嘅身體入邊建立一種新嘅記憶，呢一啲零碎嘅每一次嘅累積，最終都會變成一種身體記憶。有一日你就會發現，你係唔需要刻意去諗，你嘅大腦就會自動喺混亂入邊幫你踩低嗰個 break。嗰一刻你就真係提升咗自己嘅思緒，你唔會再去俾自動化嘅模式控制你，你開始能夠更加清醒地去看待呢個世界，亦都睇得見嗰個原本就係完整嘅自己。如果你覺得一開始自己嘅練習係有啲困難，亦都唔知道喺邊度入手嘅，咁請大家都唔使擔心。咁我喺我嘅 YouTube channel 上邊呢，之前係準備過一段6分鐘嘅冥想引導音頻㗎，咁連結我已經放咗喺個資訊欄裏邊。如果你希望啱啱開始嘅時候係有人帶領住你去練習嘅，我非常建議你去將佢 save 低，隨時都可以 click 開嚟聽。所以唔好再將冥想當成係一個任務，將佢當成係你俾你生活嘅一點留白，哪怕係今日只有一次，哪怕係只有1秒鐘，只要係你記得呢一件事，你就已經喺路上㗎喇。多謝你今日嘅陪伴。如果你對呢一段過程有任何嘅疑問或者感觸，或者喺你生活入邊發現咗有啲乜嘢好玩嘅覺察 moment，歡迎大家留言或者 IG DM 話俾我知。我哋一齊喺日常裏邊練習清醒，練習自由。下次見，拜拜。